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称，联合国和个别国家必须对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的北京采取行动。受害者被电击折磨和强制绝育。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呼吁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妇女遭性侵和酷刑作出协调回应。该跨国组织由来自多国共200多名国会议员组成。据2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东突厥散穆斯林妇女被镇压。根据 BBC 的报道，引述受害者和狱警的证词，维吾尔族妇女在东突厥散当局设立的集中营遭到有组织的酷刑和强暴。中国警卫人员经常集体虐待他们，包括电击和强制绝育。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以调查中国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行以及种族灭绝罪行。同时，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呼吁各国根据联合国种族灭绝罪公约对北京采取主动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与中共卫士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琼首度通话。布林肯说，美方将挺身捍卫维吾尔、西藏与香港的人权及民主价值，追究中共威胁区域和平的责任。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雷斯晚间发出的新闻通知，布林肯在电话中就中国新年致以良好的祝愿。普雷斯表示，布林肯也向杨洁琼重申，美国将与盟友合作伙伴捍卫彼此共同价值与利益，为中国威胁包含台湾海峡两岸在内的印太地区稳定，以及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等作为，对其进行追责。他强调，美国会持续捍卫包含在东突厥散、西藏与香港等地的人权与民主价值，也会敦促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行列，共同谴责缅甸军事政变。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在外交部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将中国描述为我们最重要的全球竞争对手。布林肯还表示，他认为中国已对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实施了种族灭绝。华为前高管力证公司参与监控维吾尔人项目，不满意拒绝认错，又以公关手段掩盖事实。华为丹麦前高管茨维吉辞职1个多月后首次打破沉默，批评华为未能认真对待公共监控和人权问题，又拒绝承认错误，只想用公关手段掩盖事实。华为北欧高层亦首次透露，华为的确曾参与监控维吾尔人项目，但否认有侵犯人权行为。评论人士认为，茨维吉爆出真相无异于一份来自华为的内部证明。华为丹麦公司的前传讯副经理茨维吉周一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踢爆华为配合中国政府以智能人脸识别系统进行高压监控，并拒绝认错。英国通讯管理局裁定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英国方面指出，由于该台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这不被英国广播法规允许。英国通讯管理局周四宣布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广播许可。中国环球电视网此前曾遭到多次投诉，指该台播放强迫认罪画面，违反公平和准确的原则。英国监管机构因此着手对中国环球电视网展开调查。英国通讯管理局调查后发现，持有该频道执照的新华传媒公司对于中国环球电视网的输出内容并没有边际控制权，不符合英国发执照要求。该频道曾多次对维吾尔人进行抹黑宣传。2月5日是义宁大屠杀24周年。1997年2月5日，东突厥散西北部城市伊宁的维吾尔人举行和平游行，呼吁当局停止市内的宗教压迫和民族歧视。经过暴力镇压游行，当局随后围捕了数千名维吾尔人，包括逃离的游行者、被怀疑参与的游行者，甚至他们的家属。人权组织记录，在围捕过程中，中共当局进行任意监禁，在拘留期间实施酷刑和不公正审判。许多维吾尔游行者在其事件中涉嫌的关系被当局处决。
尽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暴力来对付维吾尔平民，但是这非法处决维吾尔平民被当局改写为国内活跃恐怖主义活动的开始。